爱情没有国界的距离，但来自不同地方的同性伴侣却因为没有法律的支撑，无法结婚相依。爱能够牵起相隔两地的伴侣，却无法跨越法律，让他们顺利成家。相爱真的需要勇气，尤其是对跨国的同性伴侣。结婚后最日常的幸福，就是每天跟身边的另一半说声早安。但世界上却有许多的同性伴侣，因为受限于法律，无法跟相爱的人守在同一个家。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，常常让自己最爱的那一个他有家归不得。因此，我们想邀请你一起帮助他们跟最爱的家人团聚，让他们的爱不再延续下去。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我觉得夫妻会在一起肯定是相爱的，只是很多时候会有那些不满，是因为我们完全忘了，或是完全感受不到对方在干嘛。但事实上呢，等我们真的去感受的时候，就发现哇，原来他在做这些。老婆早安啦、母亲节快乐！我今天想了一个企划，你现在觉得现在该做什么事，你就叫我去做。但是呢，反过来说，如果我有需要你做的事，我也会请你做。就我们一整天感受一下对方的身份啊，这样可以吗？我们一起做早餐好不好？爸爸的绝招就是邀请小孩一起。看得到都可以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包子其实应该还有。好啊，那早餐就吃包子。你知道怎么蒸吗？那里面应该有东西吧 ？OK， 还没洗。妈妈好辛苦、哦。必须全部蒸完才够吃哦。是哦。你一个人就要吃掉5颗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很聪明哎，姐姐。盖好，盖准哦。耶，好棒啊！我们现在打电动好了。打电动是你的工作。那你教我打电动。我教你啦。喂。真的是平常爸爸的样子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就要跟他们解释在干什么，他们很开心。我一直在被打哎。没有关系。要叫了，要叫了。克里斯一行全军覆没，妈妈。你刚刚不是说随便打都赢吗？我以为是啊。老婆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打电动好累哦，弟弟。好啦，那吃早餐吧，各位，应该好了吧，包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回到了2楼。今天交换前你有什么感想？说真的，要做到打牌的事情，它不是我拿手的事情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其实也是蛮累的。我今天的感觉是，我本来应该要做你的事情，但是我可能很自然的做我的事，可是我会在 care 你在做什么。那这种感觉呢，会让原本我不知道他在干嘛的这个心态变成我知道他在干嘛，而且我试图要做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做不来。我觉得夫妻会在一起肯定是相爱的，只是很多时候会有那些不满，是因为我们完全忘了，或是完全感受不到对方在干嘛。但事实上呢，等我们真的去感受的时候，就发现哇，原来他在做这些。所以今天反而我有个很大的感觉是，这个游戏蛮好玩的，就是偶尔夫妻玩一下，角色互换，对，角色互换，但不一定要做得到，就不是重点，不是做到，而是重点是知道对方在做什么。那我就觉得雷妈今天其实心情很好，就我不觉得我有帮到什么忙，但就觉得他心情很好，所以我才有那种被懂的感觉。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快乐，拜拜。